学上台，第六组同学请准备。请第六组同学上台，第七组同学请准备。想不好，我说好。大家好，今仔日阮要表演的是来金山佚佗，王中义组开始。咕咕咕，咕咕咕，鱼干啊，日头要出来呀，日头要出来呀。为什么来金山佚佗爱这早出门？你敢无听讲？讲什么？金山日出真好看，爱来香港西头山，去海晴天都变化，点点渔船要花花，看日出犹无通看啥。你敢无听讲？讲什么？海中奇景这代志，开庭鸟食落安居，一肥一瘦相依齐，亲像恩爱的夫妻。看着翁仔某石，犹无通看着金山一景。什么一景？你敢无听讲？讲什么？金山地景报恁看，一粒美玲的阿山，伊的面貌向天看，毋惊风雨，毋惊寒。请你安尼讲，金山是一个好所在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金山是一个好所在。富丽农村猪血来，宗教信地是三界。春夏秋冬好种菜，真欢喜。拜六礼拜休困的日子，规家佚佗上趣味，地点爱选有名气。金山顺来好乡里，大家相招咱来去，游览金山好乡里，啊，好乡里。几百年有听讲无？讲什么？来金山佚佗，转来！来金山佚佗，转来！爱来佚佗，好啦！阮的表演到这结束，多谢大家。咱这个拜托了哈。各位平心先生，各位同学大家好，阮是编号第2号。今仔日阮要朗读的题目是毋通向台湾讨这零用令。台湾啊爱祖先，请你毋通向台湾。虽然土地有较矮，阿爸的歌，阿母的血，爱落乡土满世界。
用。什么人我明你？什么人我明你？会当叫出所有接近你的米，会当叫出所有接近你的米，会当叫出所有接近你的米。好快，你叫出好快面；歹快，你叫出歹快面。人民马面顶，一粒小小的旗，一
乡八连溪。今仔日咱要来种一丛树仔，伫咱的故乡八连溪。伫咱的故乡八连溪，八连溪是咱生命的源泉。阿公的时代掠鱼、耍水、石头顶跳万步。无万步会万步，阿嬷的时代，洗衫、鹿鼎、准高边开甲。太公，讲请伊是够有时间呢。正好要有鸡酒参食咯。八连溪满足每一个人生活的需求。伫当时开始，溪边的大树仔无去啊，大树仔无去啊，溪尾的大石头乌走啊，大粒石头乌走啊，鱼仔虾仔找无厝，毋知避倒去。拢看无啊。土地公庙，树仔骹办公会啊，必小吹，听大人讲过，会注意，伫八连溪一项一项无去啊。今仔日咱要来种一丛树仔，伫咱的故乡八连溪，你种生命树仔，充满生命的树仔，我种希望树仔，有希望的树仔，伊种坚持树仔，对生命希望坚持的树仔。
请第12组同学上台，第13组同学请准备。一蕊花，插春天的面，甘水春来天，红叶野花，点点蕊蕊，甲是草坡尊祖，尊祖，尊祖所说的名称。我要当一蕊花，插春天的面，行伊唱线花园，看花红透嘞，花红
条的那后，也会唱出大鸟的哀声。我是一位流浪的仆魂，流浪的仆魂。春夏秋冬四个流，更新领着清淡的乡愁，清淡的乡愁。繁华的街市，热情的餐桌，天涯海角，天涯海角，拢有阮的脚印。但那温暖故乡的航路不捌行，故乡的航路不捌行，因为这条路票的信仰，不敢面对。
午，大家好，阮是编号16号。今仔日阮要录读的题目是《唔通嫌台湾》，作者林永美。人干大爱国飞，家己唔通嫌台湾，土地虽然有较矮，后台湾阿母的水，暗路中做满世界，咱若爱拼出，家己唔通嫌台湾，若有山就也有山，水起的天，我做的汤，互咱后代也袂通。咱若爱故乡，家己唔通嫌台湾，虽然土地无竞争，竞争打拼天都有啊，咱的日后袂输啊。然后，明日多谢大家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第15号。今仔日我要演讲的题目是：我上爱甲伊做伙的人。我是全世界上贫困囡仔，无有一个会陪我去佗的阿嬷，生做真古锥，真爱讲一句话尾，袂有啊。阿嬷早起叫我起床，伊拢会大声喊：阿弟，日头拍较床啊，较紧较紧，读册袂赴啊！下晡下课，才晚转去，嘛是紧行紧行，袂赴啊！大家一定感觉真奇怪，阿嬷要赶紧转去，有啥物大代志咧？哈哈哈！是要转去看，又咧我歌戏啦！阿嬷虽然真爱传统戏剧，不过对新的电子产品也是兴趣趣，介好奇。每届看到我咧耍电动，伊一定随坐过来我边仔，我就讲：阿嬷，我教你耍好无？阿嬷总是笑车讲：免啦，我看你耍较趣味。看迄电脑内底，阿嬷，哎呦，爽敢若飞！我年岁大，入袂着啦。不过看你手一直咧切玻璃，我是真无闲，规厝边的窗仔门等我切咧。平常时，阿爸爱骂我囡仔人当心软骨坐无一个款，妈妈爱骂我歪嘴鸡咬紧食，干那阿嬷小丸仔糖酸丸，顶摆考试考无好，伊惊我互阿爸讲尻川。偷偷甲我签名，条件就是这届考试一定爱考100分。好佳哉，我无互阿嬷失望，我送伊一张100分的考试单，伊甲我揽条条，真欢喜的讲：乖孙乖孙，你真正是阿嬷的心肝宝贝。我的阿嬷实在真好斗阵，笑话讲袂完。这届来参加比赛，我一定爱得冠军、摕奖金，来去买一支上新的手机送给阿嬷。我要教伊安怎入电脑内底阿嬷哦，因为伊是我上爱甲伊做伙的人。
我的演讲就到这，多谢大家。西北风是我细汉的时阵学的头一首凉谣，而且这首凉谣是阿嬷教我的。自细汉我就住台北，生活中我大部分讲的是华语，不过阿公阿嬷住伫庄脚，讲的是台语。阿母甲我讲，你逐摆回去甲阿公阿嬷讲话，阿嬷讲当你就有应使，你拢听无阿嬷咧讲啥。也哥，我嘛是真爱甲阿嬷伫前对后。阿嬷爱凉聊，我若回去庄脚，伊就会甲我咱调调。聊一首真趣味嘛真古锥的凉聊，互我听。西北风，直直落，一拉鱼要娶某，高大兄拍锣鼓，梅人无我头三手，日头暗，吹无路，赶紧来花金光。逐摆我拢听甲笑嗨嗨。这首凉谣将高丹头山花金光当作电视咧播放甲，内底出现的人虽然不是真正的人，嘛拢甲因当作是人来比拼，进行一拉鱼要娶某的喜事。一拉鱼是男主角新郎官，头三手是梅人婆，高大兄咧拍锣鼓，花金哥做地火球，规路呛呛滚，讲讲影影。这种利用咱的手法所写出来的凉谣，毋那真活泛，嘛讲出真侪台湾娶某的风俗。大部分的人伫因囡仔的时阵，拢捌听过凉谣。凉谣甲土地嘛有真深的关系，会当互人更较体会台湾一个土地的人情味甲文化。逐摆我若念起这首这古锥、这趣味的西北风，就会互我想到细汉的时阵，回去庄脚，甲阿嬷一句一句讲台语学凉谣的记忆，是遐尼啊温暖，遐尼啊互人思念。我的演讲就到这结束，感谢大家。只要互相会当了解，讲到这种话，敢有遐尼重要？因为受这款错误的观念影响，造成台语常常要失传去的危机。咱爱知影，语言是一个族群上最重要的根，文化传承就爱靠语言。一旦语言消失去，规个族群嘛就失去伊存在的价值甲意义啊！点开台湾的历史，咱就知影，台湾伫外族的长期统治之下，命运实在是真坎坷。日本时代实行皇民化政策，鼓励大家讲英语。到国民党政府的时，推行讲国语政策，用尽各种手段，强迫大家讲国语。历史伫阮爸爸迄代，台语受到
上害。真侪人感觉讲台语是一件真见笑、真无水准的代志，所以就豆豆啊甲台语放袂记，嘛渐渐袂记家己是台湾人，台语强强要失传去。俗语讲，倒转头看看，成拄会着。因为政治环境的改变，较早阿伯台语的政治人物，为着要延续因的政治生命，甲较早挺起台语的歌手，为着要争取因的歌唱市场，嘛着学台语，唱台语歌。所以我相信，台语是要失传去的。即马，毋若政府重视台语的发展，佮较侪民间单位佮社团，像扶轮社、师仔会、佮教会，拢会举办各种的台语比赛，鼓励大家讲台语，为传承台语文化伫打拼。俗语讲，汉字毋惊落雨烂，只求知晓代代传。希望咱大家爱知影，台语的发音是一种真水的语言，伫长期受压迫当中无失传去，咱更加爱珍惜。虽然咱拢是高中生娘娘。不过，咱会当对家己做起，甲讲台语，诚做是一种习惯甲责任。若是安尼，台语一定会当一代传一代，袂去互失传去。我的演讲到这结束，感谢大家。各位老师。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编号第3号，今仔日所要演讲的题目是乌心食品，现是上厉害的时代，现是上歹的时代，是公民的季节，充满希望的春天。也是黑暗的季节，使人绝望的冬天。这是19世纪英国小说家狄更斯所讲的名言。咱甲摕来比台湾乌心食品这个主题，对社会描写也是遮尔啊同款。佮甲伦敦1756年列治面包甲平环，1818年。加电票事件，纽约1850年喷水牛奶致使800个儿童死亡，这种事件真是历史中的古今命运环。伫咱遮，现代医学科技进步，人寿命平均会当活到780岁，乌心食品却是甜甜塌塌。一件厝题，互咱惊吓，毋知食啥物才是安全的。做生意，诚实信用上重要。咱大家巧，经大公司的产品来买嘛巧。乌心代志发生，大公司讲家己损失不少，社会责任提甲了。即马技术进步，来一个代替食品，满足一般人爱好食的心理。早期甲表示无熟的，趁伊输起，像塑化剂、豆制品、乌心果油等一大堆乌心食品，伫咱的市面流转，威胁咱的健康性命，吵甲社会不满，一片混乱。咱伫遮就嘛抢上乌心，敢若
若讲互人骗，毋是因为你歹，是咱咯真无奈。详细收看嘛，食安问题原因是啥代？第一是社会发展，业者以恶性方法改变生产，影响消费者健康，增加就业机会。第二，好绿绿的广告，互一般人误解，相信小看大碗，含食巨软的好物，造成业者参假，咱来受灾。第三是故意，俗语讲，抬头的生意有人做，了钱生意无人做。假设会去食，用真价成本，互你烹饪好食，佮家己搭写，不理病情，良心诚实是算啥？厂商早就踢伫壁，关于什么社会责任，有钱才是大爷。第四，黑心食品的问题，经由媒体报道，主管机关才来查为己，佮检验速度比期，加影响市场，厂商得利，舆论压力下才有出事，只是后知后觉无重视。人熬，两天得做对头。这个黑心食品一世纪的时代，咱消费者敢是弱势，互人黑白台，敢会当安心食无碍？即马立法院已通过食品安全新法，违法者判最高5年有期徒刑、监禁款。希望确实检验调查，保障咱食的安全无失差。我想，设立无成本，来自消费者的本分，了解上面无好货，才免小贪软家人，才免食品诈欺的空芳。爱在你若唔甘钱，互做事人趁，只好付伫伊身康。最后，咱消费者爱联合起来，护卫咱的权益，伫政府各个家时代，出钱出力。支持检验团体，争取正义安全的未来，创造公益的历史舞台。我演讲就到这，多谢大家。好，咱请这个卡邦酒店副社长为咱颁奖。互咱拍鼓来鼓励一下。
今日甲你安一粒心，一粒心，互你会当看出，互你会当看出，好看面的人嘛有歹心肠，好看面的人嘛有歹心肠，歹心肠，歹看面的人也有好心肠，歹看面的人也有好心肠，好心肠。发明你的人，发明你的人，有一寡条工，有一寡条工，伊袂记你，互你一个声大，伊袂记你，互你一个声大，伊袂记你，互你一个声大，一个声大，亲像录音机共款，亲像录音机共款，会当甲我会当甲我讲讲，会当甲我讲讲，会当甲我同啥，会当甲我同啥。足古锥足老的。咱时间过来。